来关心天气，大陆冷气团到台湾，天气变冷，各方面嘛会落雨，包括新北、桃园、新德县、苗栗、甲金门拢发布低温特报，可能剩无90度。天气愈暗愈寒，湿湿个冷冷。即阵有真侪人走去宜兰的太平山、甲南投的合欢山，但要看落雪，都惊这车路结冰会出，造成危险。目前第14架线武岭到上雪楼的路段，拢暂时封路管制。 透早天色蒙蒙蒙，天顶落湿湿的雨，大阵旅客也互山行步道。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全台湾的温度一直降。海拔将近2000公尺的宜兰太平山庄，25早起8点，温度敢若8度，而且暗时到日透早有机会落雪。我抱着蛮大的希望说，这次来太平山可以爬山，还可以长雪。今晚至明天的凌晨，温度可能会下降至1度。那水汽也充足的话，游乐区可能会有 下雪的机会。合欢山武岭透早低温，原来有大阵游客来，车脉灰积，警方缉捕了后，随去引导分流，搁加强处地违规停车，现场拢总激发11件，交通结果通顺。因应武岭地区假日易塞车情形，本分局除编排警力疏导外，并将加强周边及道路两旁违规停车取缔，请民众遵守交通规则。 25全台湾温度降真低，北部日下高温，敢若18、9度，温度一直落。半暝甲隔天透早会降到剩10度。气象署预测，日落水汽较济，北部甲宜兰2000公尺以上，中部甲东部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有机会结冰还是落雪。明天的话，水汽上相对是比较偏多的，所以我预估在中部跟东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另外就是在北部跟宜兰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 可能会有一些结冰或是局部降雪的情形。公路局讲，第14架线3000公尺以上高海拔路段有落米雪甲结冰的机会。吹风18公里到大武岭41.5公里，为25下晡5点开始，伊封城封路，车敢若会使出袂使入。其中31.7公里武岭到32.7公里上细楼路段，山路正弯，较会出去，双线封闭管制。日落早起会看天气甲道路状况，再决定是毋是开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